我们的水大部分是日本人，不过还是有初级的台湾人。じゃあちょっとみんなここの辺立って。で、ここでやるってこっちで。升旗恭敬心，向历代太极拳先师行合掌礼，敬礼，礼毕，敬礼，教练早啊！大家早。这里是市民广场，我们每个礼拜星期一还有星期四8:20到8:40，在这里打太极拳。準備して始めます。前、toe、反掌、转で前まで。前、toe、转、前。在日本的话，我们大部分室内打的比较多，公园没有看到打拳的人。私は藤田美沙です。日本の名古屋から来ました。大学で日本語を教えています。そしてうちの2階でクラフトバンド手芸も教えています。toe、转、前、toe、转。でこの時も和論山覚えてるかな。この真ん中とここが一番高くなってる。これを意識してこうなったりしないように。はい、じゃあ順平。前15度。toeで45度まで体が行く。前胸まで。toe肩まで。转。はい、じゃあ손。はい、TT足を蹴って。再一次给你们说，就是这个打拳的时候不可以夹翼。陈氏太极拳是比较传统的拳，就是比较像打拳的感觉，对不对？比较就是没那么运动，还是会花劲。还有螺旋的动作比较多，因为打拳是老人家也可以打的，所以应该是那个时候。小孩子已经念国中，他应该我可以放手，我可以开始可以做自己的事情，而且老人家打还好看哦。1、2、3，重心移到右脚，反掌。だからこれだとこういう感じじゃない？いやー、痛い。さすがしずきちゃん。あ、違うか。はい、じゃあ行きましょう。ちょっと待って、忘れた。待ってね。やめ行く人忘れるよね。こうして前对转，前对转。国中、高中都是参加日本的就是剑道的四段，所以我觉得那个舞蹈的动作很漂亮，还有很养生。对，我刚开始打拳的时候，我去健康检查，我的就是血不好的 cholesterol 比较多。不过呢，就是打1年就是改善，就现在我的血就是很好。还有另外一个是可以遇到很多日本人的朋友，好像我们是已经大人，不过年轻的时候参加的四段一样的感觉，就是很快乐。通过运动，我们不用想
很多事情。其实这个本来就是一个日本太太的学习的，他们本来就互动好，只是说我们下课会问一下，讲一下他的个性本来就是一个，你可以看出他个性其实是一个，很可爱的人。对，他打拳很认真，你看那个眼神。可是问题他在教的时候，他会用一些让我们听得懂的，然后而且他会就是让你很轻松的，没有负担心，所以很舒服在这里学习。これでだからなんていうかこうやって人の体をこう押してる形だから。哦，他是一个非常和善而且非常幽默的人，所以他不会说因为我的姿势不好，他就对我就是很不友善，不会，他非常的幽默风趣来教导我、指导我正确的手势跟我的姿势。都是，因为你是最前面，这个一定要打得很好。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他非常活泼，因为我的想法就是，可能在既往的日本女性形象，她是一个非常严谨，然后非常的内敛的人。那但是她不是，她是一个非常幽默，有时候她的动作很小女生连我都没有办法去学习她的那种乐观，然后你就对学习这一方面不会排斥，所以我就持续的来学。もう一回ほ。对，就是聊到眼睛的高度。我进来这里之后认识米莎教练，那他人很好，对，就很愿意帮我们，也细心的教导，跟他上课很开心。せーの、1、2、3。やっぱかよちゃんがすごい。かよちゃんやってみて。かよちゃん，很好的环境。还有可以跟台湾人的学员交流，来到都是打拳的人都很好，应该喜欢做运动的人，应该他们都是不会在意很小的事情吧？对啊，所以来这里就很快乐。嘿，扣左脚，愿意就看着，差不多元手2次，1、2，旋转。无东无歹。3月份的时间了哈。4月份，哦，3月份对啦。我从高中的时候开始已经自己做自己煮便当，带到学校，因为妈妈要上班，而且我的姐姐啊，她早上不想起床的人，我们本来是轮流要一个人一天轮流煮饭，不过呢，我叫她起床，她不会起床，所以我算了，每天我自己煮就好。对，所以我那个时候煮3个人。姐姐，我还有弟弟3个人的菜。我今天要做的是アルミホイル焼き，都是日本人都是经常做。这样就是经常是用油，还有些菜弄到卤锅里面，然后等一下会一起烤。他觉得台湾人哦都是外食啦，他喜欢自己煮。他一个按人台湾人哦，都在外面吃，那么难吃也在吃，我就说这就方便啦，外食比自己煮还要便宜啊。日本人大部分的人都是上班族，也都是自己煮饭自己吃，所以不喜欢一直在外面吃。今天要跟婆婆一起吃饭啊，婆婆还有我的老公，因为我的儿子在南斗暨南大学念书，他下礼拜1要考试，所以他没办法回来，所以今天我们3个人一起吃饭了。婆婆
也住在台中，而且他也很喜欢吃日本料理，味噌还有酱油的味道。我因为我哋嘅娘家哦，都隔壁都因为有日本兵嘅，过好过照顾我哋，有做嘛个东西吼，都会邀过来俾我哋食。故事我哋对人嘅印象过好。伊哋饮食的时节啦吼，都有个传相片到我天龙帮我看，伊都同我讲妈，也个我都目前教的女朋友文学院的。华文系毕业呗，伊讲身材又高，又唔会差。讲我以前有看也个来个笔记簿啊，有一种信纸啊，给形容呀，给伊个装批啊提升，关于汉语版的另一版啦吼，有冇高挑，个有气质，尼有可能个符合吧。他有来台湾。台湾啊，我那个带来录看，我很中意，因为最起码啦吼，我表妈我就边个讲，好你有边个讲，我唔中意咯，错嘛？嗰陣我都提講我同我奶講，唔能滿意，你結婚願意愛歸來台灣咯，唔等到結婚，迄個是唔願意，佢都唔好提結婚，我都安尼，佢當時我意思都安尼啦。差不多了。好了，我们一起吃饭吧。好。坐里面。好。对你坐里面。这样子，对。妈妈，你饭少一点吗？对。他接到7点多呢，每天一定会接到7点多。现在退休没有事情了啊。对啊。没有赶时间啦，我退休我要睡得很准。阿姨都我心叫为咧徛店，许我来讲我暗过，我暗过，无办法。嗰陣我都聽講，唔家都教書啊，唔係一般的先生，伊也要研究生啊。嗰陣要考慮下啲，我心叫會談，而唔會發脾氣講你讓唔會。我们最近是只有我们2个吧，佑珍不在呀。我经常做这个。我边也住了好几年了。因为妈妈喜欢鱼，所以我煮鱼。我兴趣啊，我做菜，我过去我也是的菜，因为我过去话日本料理，我米做也无同样，係咪？嗰陣又我能夠幸福，好多一個興趣啊！我哋顯示的哦，好，厉害厉害。如果他真的本来喜欢吃日本料理，我煮的时候他很高兴。快吃完了。这就是昨天就完。我跟那个我太太哦，因为她是文学的嘛，我是生命科学类的嘛，是打不到边的。那因为Misa 哦那时候已经在工作了啦，那是铁路委啊，可是她是住东京，我是住竹波。那我们的亲线人哦是那个从中兴大学路亚的太空毕业的学姐啊，伊同我讲介绍一个日本的西摩日本，就是高高的，也长得漂漂亮亮的。那我一听当然好呀。其实认识的话哈，可以学日语啊。台湾人的男生比日本人的男生勇敢。我们开始的时候，他每天给我打电话，要不要一起出去玩？但是我觉得你很漂亮，那种的是比较直接。日本人的男生比较不敢讲出来，所以对日本人来说很新鲜的。我不喜欢就是随便给女孩子交往的男孩子，所以如果你就是没有认真，就是我不要给你交往，我应该给他说这种的事情。
一见面哦，伊就问俺讲，啊你都谁呀？我讲我想是谁？啊有女朋友冇？就算有也要讲没有呀。没有。他说在日本确实没有。你演幼诊，你们吃的比较多是谁？你以后是幼诊，真的吗？我吃不赢他了。现在应该吃不赢他吗？不过你吃的也很多呢。那是我后面偶尔会吃宵夜这样。刚回来的时候，我觉得很痛苦，因为我跟2个月的小孩子一起来，我的婆婆要帮忙我，不过我没办法跟婆婆直接沟通，她不太会让我出去，因为我不会讲中文啊，她会担心。应该婆婆的想法是她要保护我，对，还有我的老公是刚开始在重庆大学当教授啊，他要做的事情很多，他也还没适应他自己的工作，所以他很早就是去上班，就是晚上很晚才回来。可是得做生意嘛，那时候就是真的很正常，就是留日本还是台湾。那留日本的风险太高，那后来我们这里老师叫黄正武老师啊，一度去日本，就是来找我嘛，我就带他到处走一走。他就跟我讲，那你现在也毕业了，你有没有什么打算？我说，有机会方啊，想要过来台湾。他说，那这样学校刚好有机会，他就鼓励我来应征。那我太太也是在工作，她是那时候是教英文哦，在日本。我回来那一年就是2005年，她就怀孕了。我有灌输米莎观念讲，可能过来台湾，因为爸爸妈妈疼爱呀。那时候所以她已经开始慢慢在学中文了。有时候啊，我整天没办法跟别人讲话，我还不太会讲中文，妈妈也不会讲日本话，所以我们没办法用嘴巴沟通。我们那个时候是用写的。我的生活上就是没有这种的时间，就每天这样子。我骂我的老公，我今天连都没有跟别人讲话，你知道吗？后来他给我说，你可以跟小 baby 讲话啊，小 baby 不会回答，对不对？那个时候我就是突然开始哭，一直哭，哭了就是没办法停。对呀，那个时候真的，我想打他的。为什么讲小 baby 就是这样子啊？2个月的小 baby， 他就是会哭，没办法讲话，他不晓得听得懂我讲的话，对不对？我现在要去东海大学上日文的课了，礼拜1去东海大学，还有礼拜5是去台中科技大学上课。好的，我出门哦，我要上课了。在日本已经开始开了，因为我的故乡是名古屋，开车的人很多的地方。因为台中没有开车不方便，如果要带小孩子出去玩，还有上学啊，什么都要开车。我已经习惯回
去日本比较恐怖。我一次回去日本的时候开车，我进去不懂方向啊，所以已经我变成台湾人的样子，开右边比较习惯。可是，在台湾开车不太喜欢的地方是太多摩托车。日本的话很少人骑摩托车，所以台湾的话，两边还有前面、后面都有摩托车的时候，有一点恐怖。现在已经好，不过刚开始的时候就我想哭，那个摩托车的人太恐怖了。他唯一交通嘛会挑呀，后来因为他自己开熟了，开那么多年了呀，他有时候比我们台湾人开车还狠哦。很多人说，很多日本人说我开的好像计程车一样快。因为我是很喜欢学语言的，所以我的英文也是托一有900分，对，所以就是考上英文的补习班的老师的面试，所以我那个时候开始教英文。后来我的老公找到工作，我回到台湾，因为我那个时候我去学日文教育农地的那个。我就是拿到那个证书，所以就后来来到台湾后就开始教日文。我们先复习一下上礼拜，还有上礼拜学的日文的形容词有2种，对不对？一形容词，二形容词。就是当老师以后，发现我好像喜欢当老师，因为我自己喜欢学语言，所以对语言有兴趣，所以我应该当老师，我可以分享我自己就是学语言的感觉。哎呀，我们今天开始学第4个，第4个的重点是动词。早上的日文，朝ごはん。当店、この山は高くないです。はい、给我一起念，食べます。这日本人的老师的好的就是，因为我们是真正的日本人，他们的目标以后要跟我们讲话，对不对？所以通过我，他们就是可以学到日本的文化的话比较好，就是找有些音变啊。图片就给他们看，现在在日本流行这种的事情，我分享给他们。我觉得很多学生很可爱呀，很年轻的年轻人解释。我想知道他们现在想要知道什么，他们喜欢的，比如说日本的动漫啊，日本的歌手啊，我也教他们，他们也可以教我现在的台湾，现在的日本。美味しいです。对，你们都应该听得懂，对不对？我是也学过啊。俺哎呀，深秋啊，嗰啲水好遠，一萬人都考不到。咁所以來台灣啦，嗰度朋友呢，日本朋友呢。三女婿乌龙茶啊，三女婿，我们3个人一起去，我们一起去。怀念你，那个这个就好了，好，三女婿乌龙茶，好。これ美味しい。コリコリ。里面有什么呢？
软骨子，软骨可以。脆的，所以你们试试看看，很好吃的。那これ那个是过瘾的，taste。试试看看。我不客气哦。哦，我们都知道你不客气的。我爱吃鬼，爱吃都吃。香菇小麦。香菇小麦。开通的。我们是差几个月而已。对。刚开始就认识。刚来台湾的时候对。他也看到我的小孩子小 baby 的时候，还有他还没生他的女儿的时候，我已经认识。对。对我来说，他的女儿是我的女儿而已，对，一样的感觉。刚开始我们一起在新民高中，就是高中上教日文。4、5年前开始在幼儿园教学。多几年了？我住在已经40年了，很多人住在一起，每天煮饭的。家庭主妇。刚开始是家庭主妇。日本人是在国外比较会做那种的团体，比如说那个樱花会是我们台中的女孩子的一个团体，对不对？日本人是去美国，其他的国家也都会做那种的团体，所以应该是我们的民族性有关系。然后我们现在有一个村子，有4个人。我们就是一起出去，我爱出去玩的，很喜欢户外活动呀。他也喜欢。我们是刚结婚的时候，我的先生是还在念书，我上班。生小孩子的时候就是看情况。台湾是可以，就是婆婆啊，还有妈妈可以帮他照顾，对不对？日本是妈妈没办法，就是上班，就是一定要自己照顾。Bennyさんは几岁结婚？21岁。21岁，我还在念书呢，那个时候。不过我们的年纪还是去短期大学比较多。不过现在大部分的人都是4年。因为我们的爸爸妈妈是还是家庭主妇为主的年纪，所以就是我们的社会变化，我们自己的概念也慢慢变化。因为我们小时候应该我们会有，到25岁以后的女孩子，我们会说圣诞节的蛋糕啊，圣诞节的蛋糕。12月25号是圣诞节，对不对？是25岁之前要结婚。12月26号以后，圣诞节蛋糕没有人要买，对不对？没有魅力的。我们有这种的话，就是26岁以后的女孩子是没有人想要。对。不过现在都没有那种的概念啊。有些人就40岁也会结婚，对。以前的日本的女生就是结婚后当家庭主妇，不过我们的年纪开始不太会，我们还是先就是现在的工作，对，而且现在的就是年轻人，他们就是一定要自己的时间，自己就是找工作啊，要做事，现在完全不一样。我们家的话，我的老公怕我，好像是呢，我们比较强。老婆大人。老婆大人，应该是。刚开始是在台湾跟一位朋友学的，那个时候我觉得很好玩。就是暑假的时候，我回去日本，隔壁的太太我找到的时候，她在编子东辫子，然后我看到的时候，她说要不要一起编？那个时候我跟她一起编，然后我觉得还是很好玩。纸都是用纸做的，可以做成包包，还有篮子类的东西。
在日本很流行，做起来很像就是竹子啊，还有这的藤一样，很就是自然的。还有这个比较便宜，还有主动的很好的是，因为纸所以有很多不同颜色，这么漂亮的颜色，自然的颜色，还有咖啡色、黑色，一条线里面有很多不同颜色啊。做起来真的不一样，从小就是我的妈妈也很会做手做的，我跟姐姐小时候，她就是帮我们做我们的衣服啊，还有我就是跟她自然学，所以对我来说，就是做手做的是很自然的事情。就最近我去市集卖，对，因为那个刚开始是台湾人的朋友说 ，Misa 应该这个是卖得出去哦，你试试看看。就是跟其他的日本人的朋友有一个团体，我还得过跟他们一起去卖。那个时候我的作品是第一天有这么多，不过第二天变这么少，对，好像很受欢迎的，所以后来我觉得。哦，应该我很厉害哦，我自己这样做，那个真的很有成就感。早上起床的时候，爸爸已经不在，晚上回来一起吃饭，就他吃饱后洗澡还要去学校，如果我都没有自己找事情要做，太无聊。我们今天要去南斗埔里，因为我们的儿子在南斗的暨南大学念书，要找他。还有呢，早上我们顺便去，我很有兴趣的有一个公司，那个柳针公司，他们会做用纸做的材料，很多日本人的老师也用他们的就是材质做包包啊，很多作品，所以我一直很想要去找他们。我买一本杂志，就是专门介绍纸动的杂志。他们的第一页，他们有介绍这个材料，那个材料，我最后就看到在台湾做，台湾设这个，原来如此，这个是台湾的东西。我想给台湾的学生介绍，就是台湾自己也有这种的材料，这个很重要。刚从日本回来的时候，真确实比较忙，所以礼拜六、礼拜天，因为我太太没事，我没事，我们两个就会出去吃饭。对。那比较特殊的话，像寒假或暑假哦，我都会去参加那个国际研讨会啊。那时候都会带我太太一起去，像今年就去了荷兰跟比利时。对。去年就去了那个法国，所以对，我都连带一起去。对，就是平常没有说特别要去哪里啦。你好，秘书老师，教授，欢迎，教授欢迎，里面请，里面请，欢迎你们来埔里。早安，你好。你好。你们在做？我也带来很多作品啦。老师的作品，来，请坐。啊，谢谢。这边也是都是用里面的材料。哦。对。这种的卖得很好哦。卖得很好。很多人。那请你多卖一点。这个是看里面的就是杂志。这一本啊。
boutique 的杂志哈。对，那个时候我才知道这个材料是里面做的，是台湾的，在台湾的。吓一跳。那个时候，对我很高兴。很高兴。对，之前我就是 IG 上看到很多里面的，就是老师用这个材料啊。因为我们埔里啊，造纸历史蛮长的。那日治时代的时候，埔里就因为有出水。好水跟水量又大，从那时候开始发展到今天，渐渐的我们走入文创生活化的东西这样子。因为现在很多日本的老师喜欢用里面的材料，是因为比较软啊，对，所以做起来不一样。看不出来这个是纸啊，对不对？我觉得这个材料很厉害。那个电子编法是我很喜欢用，不过呢，就是做一个包包2、3天不可以做其他的包包的感觉，就是手会麻麻。可是用他们的材料的时候，就是做完一个包包也还可以做另外一个，做的时候也是手不太会动。刚开始是一样吧，这样子对不对？不一样，嘿，刚开始我们是这样，是这样，对折，这样，左手这边上来，从这个洞穿过去，这样就一个 square， 是不一样，但结果一样，结果一样啦，可是思考模式不一样。在我们的方式都是固定的，都是会这个方向，你们的是写不一样，里面的比较简单也对啊。对，只都是最后，比如说那个电子变化的后，插进去后用喷水，喷水就不用粘，但是自然会粘住。不过这个材料是因为最后会有很多线吧，对，所以收线，我的线到这里比较短，就是还是会出来掉，会掉，对不对？对，用手也可以缝起来。你有用封印器吗？有吗？我用那个啊，真的啊？就像这个，如果是把车起来的话，这个线就不会虚脱掉。也对了，你看它不会说很厉害。对，我都用车的，不会太厚吗？不会，还好吗？对，厉害哟。所以我今天真的来的很高兴。现在我每次就是最后怎么办？弄起来很漂亮。对啊，像这个，它里面也是做内里啊，我用车的把它车起来，然后用塞的，所以就没有用到白胶。嘿，因为在台湾的话没有老师啊，所以我自己一直自己想，自己的就是想法做成很多东西，所以呢，就是今天来到这里可以用其他的人的想法，还有其他的老师的做法，就是很高兴，很有结果啊。对，还有我发现台湾人的女孩子不会用手不用洗，都背的，都是背的斜背、背包，对，都是背的。所以呢，我那个时候开始一定要改我的作品。对，那个时候就看到里面的这个比较。你查一下他住的位置啊？我搞不清楚他住的位置。没有啦，我以为是这个白衣服是儿子。那他住这边。你的我们的儿子比他帅多了。好，那我先让你下。好。你好。现在还好吧？好，就还好。你说100万吗？
好很多吧？应该还好吧？是不是好很多？因为比对他的台中的房间好多也对了。对啊，我就是从小什么都让他自己做，应该跟台湾人的教育方式有一点不一样。比如说婆婆的话，她看到很脏，她会整理。不过我是叫她自己来，对，跟她一起。日本的教育是生活方面，就是念书两个都重要。台湾的妈妈一直让他们念书。我爸就是比较偏向，就是他也就是比较老一辈的想法嘛，就听我的这样差不多。可是其实我是你的爸爸，对对对，我是你爸这样。我爸有受我妈的影响，所以其实我爸也不会说就是说非常强压的讲，还是会管，只是其实还好。那我觉得对啊，所以还是有差，就是我爸就是比较偏强硬一点，我妈就是比较柔和，比较就是对比较有弹性一点的教育。对，我要学你，因为客家人从小就是希望你好好念书，你要那出头天，就是在早期啦，除了读书还是读书，所以我就跟我儿子讲说你要好好念书。可是我太太就认为，为什么一定要读书？那现在其实我到大学的时候，我的概念已经慢慢改了啦，因为以前的状况跟现在状况不一样，我现在反而比较注重是一技之长。哦，就是有些一些零食吧，有些零食还有要不要煮？不是意大利面。啊 ，pasta。像我们最近我朋友有些会煮饭，所以他们就是我应该是有时候会自己煮然后吃。还有呢，他经常会说他的眼睛会痒，所以我妈懂我。眼药水。眼药水。不过都没有女朋友，我比较会担心。啊有啊，有交到，有至少。他有，高中的时候有，至少有一个。不是没兴趣。没兴趣比较有担心。对啊，所以不是没兴趣啊，对不对？好，拜。加油，拜拜。谢谢。对，这是我的学生。今天他们要做就圣诞节的篮子，你们记得吗？1号是就是放在这里，对。2号是15公分，短的、长的这样子穿插。对，我之前是一直去外面开课，不过呢，那个时候我发现，在外面开课是一直做同一个东西，就是比较简单的。我自己觉得这样也无聊啊，就是这样开发家里的时候，学生就是很多出来的时候，他们会学到不同变法。两边4号，还有这边也是4号，还有中间那条长的，对5号。是差不多，放下去。教编织是好像分享自己喜欢的东西，日本是不是喜欢的啊？日本是日本，我是日本人，所以还是不一样。自己来做呢，就有点类似客制化，包括纸藤的本身的颜色，然后还有那个布，然后都是挑自己喜欢的。因为你去外面买现成，其实就是看老师现场有做什么，然后你就只能买现场的。我比较容易会做错啦，常常会漏一个东西，然后老师就是在旁边帮我加油打气。有受挫，但是做完之后还是成就感还是蛮高的这样子。等一下，为什么你？没关系，还来得及。要走下去。对啊，走下去啊，走下去啊。老师上课很认真啊，因为我们其实久久接触一次，其实我们蛮容易忘记的，不是天天自己在面就是
在家里手做，我就是透过来老师这里，然后多花时间去了解这个紫藤。像 IG 上面就有很多就是其他日本老师，我们就会稍微去关注一下。对对对，它的配饰很漂亮哦，你做的很棒，你不错。OK， 很漂亮，还是你们做的很漂亮哦。谢谢，拜拜，谢谢，拜拜。我会享受我的生活，对呀，在台湾比较舒服吧。应该我的第二个就是故乡吧，对呀，比如说这是礼拜天有棒球比赛吧，对，像我们就在台湾的日本人来说，最后就是决赛是台湾跟日本是很好，台湾赢、日本赢都很高兴，都 OK， 很好看，太精彩的比赛。接下来如果可以的话，就是我想就一边教学一边卖这个材料的店。如果可以的话呢，如果还在想，对。小时候幼稚他有来，你知道吧？没有这比赛啊。幼稚不是有就是对啊，就在这里。他那时候没有比赛啊。这个也好久了。对呀，小时候开始。我太太心里哦，所谓的爱应该就是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的啦。那种哦，像我们现在住的地方，那的认同感很高。他说在日本都没有那么方便，台湾的环境哦，其实很舒适。我是真没走，我在台湾生活已经20年了，我在这里自由的可以做很多我想做的事情，所以我很喜欢现在的生活。我很感谢他，真的，他也很勇敢的来这边，甲本来的按用来的生活习惯，大家相处会改好，大家都最幸福的。好，然后呢，你讲啊，家和万事兴嘛。老妈，就是虽然你家就是外婆那边其实问题最近还蛮严重的，只是我认为说，你不要因为这些事情难过啊。如果很难过的话，你也可以来找我，我也可以帮你分摊这些心事。